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若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无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休息啊，喝水。来，白布条在放地上。来，好了。哥，啊，恁是你母啥话？无路用啦。 若是无想要用你关起哦，都唔通安尼做啦。你拄则我无看到遐个囡仔是？你走了。唉，是啦，你若是无想要害死你家己吼，你就唔免去害死囡仔。哥，你安尼做算什么大兄啊？敢讲你我袂记，咱过生活过妈妈伊个交代是？啊你咧？ 你有顾着阿爸无？你毋通去母讲哦，阿爸连乡你就免做啊啦。哥，咱台湾真需要钱是，一定要甲这个土地卖掉。我看你甲阿爸，拢想钱想甲少去啊。我要死的时阵交代，希望咱甲这个土地起一小故事，敢讲你拢袂记是？是啦，你就无爱钱啦，你就要甲你土地吼占好条条啦。我甲你讲，即马土地已经是别人的。 今日阿爸都要带人来拆厝。哥，你安尼做，敢配去做我的大兄是？即马公家拢无路用，紧搬走，再袂去出代志啦。你是讲妈妈过身起来，伊拢看袂到是？我甲你讲，伊第一天你有看到，伊拢知影。你走，你甲我走！哎呦，结婚啦！要紧，大姐你。我甲你讲，我是带唔着咱兄妹感情，唔则你苦劝你。 你若是唔听哦，会叫你拐起来啦！哎呦，你真正气死我！好啦，你若是要继续安尼做哦，你就莫后悔啦！你别让我走啦！气死我！我好好甲你讲咧，我恁阿兄你知影无？唔听就是啊你啊，我操你啦！乡长是来袂啦？伊应该在头前带头啊。嘴还袂疼，都有够大声，但即摆开尾手拢拎去啊啦。哎，紧紧找伊来啦！伊若无来是要哪拆厝咧？啊，已经要到现场啊，啊，煞无看伊个人诶。等去找啦，伊无来厝袂拆一啦。好，我先去啊。我呢，家己查囝厝要拆，啊手袂软，啊我就无爱说。
啊，因查某囝敢是咧抵抗啥货啦？啊，规个拢甲夹干的啊！啊，你都唔知影咧，政府这查某囡仔所做代志拢嘛是好事。伊从山顶迄间板厝，甲变成学堂，专门咧修理咱庄脚附近一块有问题的囡仔。有问题的囡仔，哪咧迄就是干护学校啊！啊，伊一个查某囡仔人哪有法度啦？是啦，迄是一间普通的补习班，政府也无补助啊，还是阿芬家己一手包办的，真甘心哦。啊，因老爸是安怎要卖这块地啊？钱啊，钱卖死人啊！因查某囝所做代志，对伊都无什么路用。兄弟啊，恁查某囝真敖呢，莫怪是兄弟的查某囝，伊开间幼稚园哦，照顾咱庄内的囡仔，照顾袂少咧哦。兄弟啊，这阿芬啊开间幼稚园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呢。啊，你即摆甲拆拆，恁就去起一间新的会。兄弟啊，你有啥？电头已经开到位啊呢，你害我4个月找无人，下阮经理甲马上甲插头去呢。拆厝，但我也毋是拆厝的，我是带恁来的呢。啊，恁查某囝带几年囝伫遐抗争呢？你无去，这间村哪跳哪行啊？即摆已经3补2碗豆啊！我住的遮到现在要食啦，若要去吼，你嘛替我食一百个。兄弟嘛，这面烧的吼，你毋通去烫着，啊，着豆豆食哈。这就是咱的乡长啦。伊虽然看钱仔性命咧吼，毋过拄着拆厝吼，啊，受着查某囝入场，伊着心肝软甲毛钱咧啦。这就是咱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啦，你知影无？兄弟啊，我搁来切一盘，甲你三味素，你豆豆食哈。安尼唔对，安尼唔对啦！恁阿爸是人走对啦，太早无考过医生班啦。咱来怪什么出出来？我看伊惊都惊死。我去小妹，自细就这款歹个性。这搞死囡哦，接回来！搁囥一个，安尼来当听伤着囡仔。我的手落磕了，因遮在惊死啦！安尼唔好啦。抗议！你是建设公司的头家是？你这里练习啊？你看到无？这个我送你给小教室，你看到无？我是奉命来跳厝，这块地恁阿爸已经卖给阮公司啊，恁来即时搬离开遮。免甲因讲遐济废话啦，我的手开到听都是啦。你在做什么兄？你真正唔知介绍？现在你怎么联系都无嘞？快点，记得开过来。现在你心肝遮尼好，一点仔理性都无咧。你看到这个囡仔无？这个小木屋对你来讲，可能一点仔意义都无。但不过对这个囡仔来讲，我刚才是你的小天堂，你知影无？这位先生，我看你嘛想过高等教育，是安怎一点仔良心都无？是安怎你一点仔良心都无咧？我嘛是食人的头路，我是来执行命令的。我拜托恁。志豪，你无替这个囡仔想，你嘛爱替恁小妹想看卖啊呢？伊安尼做，毋是为着伊家己啊？你做人的大兄哦，做代志较有天良的啦。
你人当做哦，你咧做天无咧看啦。小学恁老爸仔一个，小妹哦，无几个啦。土地个卖互别人啊啦，今日就是要来拆厝啊，无拆是袂用你啊。这哪会使啦？总公司会追究责任吗？请问一下吼，你叫这李经理哦？唔对。哈，你有看到这个场面无？你虽然坚持要拆，你嘛要讲一个理由，用较好的方法来拆。请问你是倒位国台？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张国大。张国台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你是倒位国台？我自我介绍，我是张国大。张国台。李经理，咱若是去摆内底哦，好啊参详一下，请。这是啊，李经理，我看你嘛是一个好人，啊，咱有啥物代志，先去摆厝内底，才搁参详一下啊，吼。是啦，小婉啊，阿文啊，你先踮遮休困一下。李经理，咱先去摆内底，大家好啊冷静一下，等乡长来，咱再好啊参详。下班啊，叫大家先休困，我是要交接一下，到外口等我。李先生，多谢你，你来坐。李先生，来得坐啦。各位小朋友，快进来。哎，甲恁讲吼，恁昨暝吼去摕一寡粮的，互迄阿伯甲一日，哈。好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帮忙来啦。李先生，其实咱装恁这囡仔来受教育的，拢是一寡孤儿啦，啊无就一寡有问题，啊是大人较无闲拢寄一只，啊就是拢吼由这个陈正芬老师吼，伊家己出钱来教育的啦，伊就是有这个爱心，啊若无哦，伊歹使去食土路趁钱啊，对无？我嘛是食人的头路，执行头家交代的任务。李先生，这阮拢知影啦。啊，就是小缘者嘛。阮这庄仔内吼，若无这间细间的教室，这囡仔毋知会变成啥物款呢？李先，陈老师来遮教吼，拢是义务的，而且去这间教室哦，拢世界无关的啊。啊，若无影吼，我有你讲公事。恁遮个囡仔哦，实在足辛苦的啦。安尼拼死拼活，我看互恁啉啦。唔免啦，阿伯，拜托的啦，莫拆阮的厝好无？阿伯，莫拆阮的厝啊，厝若拆掉，咱就无所在通爬砖的。哎，第一是唔通我袂啉哦，叫人加哦。哎，到时茶啉到够济，下尾手就拢软去啊啦。李先生，拜托的，你暂时互阮安一下，等无管来的钱，阮会随行你好。真哪会用的啦？买卖已经成交，契约也拍好啊，工程也已经登记啊，法律啊，无人安尼啦，我来讲啦，讲到阮庄的这个乡长哦，干那爱钱尔啦。你看，即摆讲着跳出啊，走到无看人啦，伊哦也无路用啦。好啦，我先来找乡去参详一下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我拜托你看第遐囡仔身上，当无看有够遐钱了后，阮绝对甲迄块土地搁买倒转来。李先生，我拜托你。李先生啊，拜托一下。李先生。大家注意听，今仔到这为止，明仔再过来。等你。好，紧张了，来这个，来。
建设公司的李先生，嘛是一个真讲情理的人呢。孙总，但今日发生遐大条代志，你也唔来处理，你是伫负啥货？我伫派出所等乡长，乡长拢无来，我哪法度啊？爸，哪会安尼啊？煞唔知哦，我坐来到半路，专案司俺赖香港来甲我叫，讲咱这两个县议员带一位立法委员哦，临时要来拜会啊。我甲听无讲你伫半路面搭咧食面。无啦，你听唔对去啦。我头拄仔唔是讲来到半路，因为下早也无食哦，唔只去食一碗切仔面。这面食无煞尔，都专案司来处理啊。伫咧这进前哦，阿某我嘛来过啊。啊，若是安尼吼，你嘛爱敲通电话孙总，叫你来处理代志。今仔日吼，嘛袂讲去补甲安尼去。啊，你是捌啥？两个县议员带一个立法委员要来拜会，我敢走会去是？好啦，代志都已经不干呢，要搁讲啥哪有路用？叫我敲一个电话，转去公司请示一下啦。啊，今日吼实有够闹鬼，家人喺咧闹场。我看阿芬吼，都较早甲嫁出去，叫我远啦。喂，我天林啊。喂，天林啊，今仔日跳船啊？若是跳好哦，就一步一步进行其他呀。什么？跳无成？哈？囡仔伫咧抗议？哎呦，你是安怎办代志的啦？乡长甲派出所伫咧变什么猫？哎呦，你是着互爸爸足闹气的呢。天林，咱有法律的根据，无安尼啦，你叫派出所叫警员交互因处理就好啊。哎呦，你实在哦替爸爸。你稍等一下。喂，天天啊，当你是安怎啦？即摆几件工钱人尔，你大安处理拢袂好势，但拆除是合法的啊。当你乡长、分局、派出所，就是你配合无好，毋才会安尼生。顶回我无甲你介绍院长啦、公务局长啦、省议员，你这关系拢无利用，无教育讲你互囡仔抗议，甲你阻挡。你安尼生啊，将来爸爸哪会当放心公司交互你咧？我明仔早起派雅玲落去说你，一切互雅玲指挥。哦，你小等下。喂，天林啊，我甲你讲吼，明仔载透早吼，我坐早班的飞轮机去甲阿姨。对，你来接我。嗯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。老早，老早，我是来劝你，希望你会当搬离开这。这个土地想妈留予我的，我已经按照伊的遗言，把这个土地去进小教室，来照顾这个囡仔甲顾你。这我知影，不过恁阿爸已经把这个土地卖给阮的建设公司啊。这一切拢嘛是无合法的。想哥哥土地我的囡仔，囡仔应该证明过户。公司买这块土地是合法的，而且嘛有根据。恁阿兄偷摕你囡仔，以法律上来讲，是恁的家内事。这我知影啦，我只不过想要甲事实讲你了解。但你嘛拢看到，
阮到底是伫做啥物？完全是牺牲甲奉献，伫为这个社会做服务的工作嘛。这我心内真清楚，我嘛足感动的，所以我才会来拜托你，希望会当甲你参详。我嘛想要拜托你，遐个囡仔敢有唔对心，伊嘛当需要教育的时阵，李先生，我看你嘛受过高等教育，咱这社会已经变到这么歹，是安怎咱无应该做一寡对社会有意义的代志？对啦，你讲真有道理。咱开始拢在想咱家己的代志，喊你想着众人、社会的代志。不管怎讲，阮拢都希望讲你会当定定来这佚佗。遐个囡仔真需要人的关怀甲照顾，才会经济甲空气嘛比都市较好。工作的期间，我拢会留伫遮。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，好好一点仔时间，教教阮阿兄甲这个土地的代志，好无？昨我就是因为同情你，心肝酸软落来。总公司今仔早讲要派人来强制执行，我是食人的头路，实在唔知影要怎甲你帮忙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定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